人坐火车真无奈，有人是坐无人机坐甲真厌气。28个假期上尾一天，有民众表示讲，伊的假期拢毁掉去啊！原因是啥物？原因是去年10月伊订亚洲航空28连假要飞到长滩岛的机票。 本来收到取消的通知，后来伫10月25，伊阁收到航班确认的这个批信，加上手机 app 伊注文的状态嘛，显示讲确认，想要到2月24，伊去机场发现讲无这个航班，当时要办理退票退费，这个客服人员态度又阁毋是真好，互伊真不满。记者敲电话，或者亚洲航空无回应，旅游业者是表示讲，可能是航班的调度出现问题。一般来讲，较少的航空公司嘛无度退票，所以讲提醒乡亲。 要订机位、订机票进前的考虑详细，才袂讲想要出国无飞行机通坐。看茫茫的蓝色海水，这个只就伫咧菲律宾的中滩岛，真侪游客拢会来到这度假佚佗。岛民众计划28连假出去耍，煞美梦吹起。 民众抱怨讲，去年10月订亚洲航空，按算28假期飞去中滩岛，不过出门了后收到取消批，煞伫咧10月25，佮收到航班确认批。拍开手机的 app， 航班有影佮伫咧，就无佮继续家起摇机啊。不过到2月24下晡4点到桃园机场，煞找无航班，才知影已经取消，伊嘛赶紧办退费。不过亚航服务专线的人煞态度真歹，互消费者真无欢喜，嘛讲要来甲伊抵制。都不要太仰赖。 这个业者给你的讯息哈，最好还是要多方的查证。比方说在A 订房网站查到的资讯，你可能也要上 B 订房网站去确认一下。刚解封哈，然后人力又还没有恢复的状况哈，的确是各种状况非常的多哈。这个班没办法飞，他就告诉你对不起，我就没办法飞，因为他的飞机的数量毕竟不是很多。万一在飞机上面有一些状况的情况之下，他没有办法调度过来。 那可能后面的航班就会统统都去 delay 掉。打电话给亚洲航空也未得到回应，小客航空敢袂当讲取消航班就取消，民航局嘛也未得到回应。旅游业者是讲，想要退机票，拢会等3个月到5个月，按手续费占超30%，甚至可能就袂当退。连假想要好好出国佚佗，煞拄到航班取消喊过的代志，提醒民众拢爱真侪摆确认资讯和比较，才会到机场，毋若发现飞袂出去，欢喜的假期嘛总。 no 出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